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天，伫咧新竹的老祖厝，嘛卡到违建的争议。讲这个4层楼的透天厝，搁用铁皮塔一楼起哩，这已经是属于违章建筑了。这个柯妈妈是出面来回应，是讲甲哭哦，讲是塔出来要拍山的，讲30年前就有咯。 这个柯妈妈是伤心佮愤慨，讲干那拍衫安尼袂使笑，莫安尼遐欺负人。郭文摕竞选办公室讲，上尾老是老建筑咯，若是违反规范，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。我讲哦，这违建，要讲的也是国耻。过去八国礼拜话讲要将台北市违建拆除的郭文摕，如今新竹的老厝嘛出现着违建的证据。 之前，郭妈妈捌过礼拜在访伫家己的厝接受媒体采访，严格镜头看4层楼的建筑物设伫5楼加一间铁厝。为各个地图来看，倒边是2015年时的外观，到2018年楼尾顶套起来的建筑物，煞变成是铁片。这是我的厝，啊，我起个干那咧披衫，你袂使。 我都30几年了啊！我甲讲，我即间70几年就去了啊。为当初时为着要搬厝无去跋杯这件代志讲起，讲当初时一直跋无上杯。佫无啊，佫会中间，我婆婆在美国过世。阮囝你要选总统，你甲阮找麻烦的呢。 根据新竹市政府都市发展处的资料，2006年正月初1以后，建筑完成者属于新的违建，若是经查埔认定，就应该爱强制拆除。另外，挂架边啊防火巷，挂架是用红门土壁计互开，边的厝边做一个铁门，嘛引发着争议。啊，人伊要设这个伊的管理，咱袂使讲啊，你袂使这个。涉及违章建筑部分。 本府已于今日来通知北区区公所来进行查报。都发处会先派人到现场勘查，佮调资料确认，时到将会依相关的规定处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